是刘光硕，我是新竹县关系群13里里长。新竹县关系群从日治时代出现台湾有名的创富乡，百岁人有15个，在13里种田的老农民平均都有70岁以上，还有98岁的。我哋使用这个钓晒法，是源自日本的古老方法，攞谷川倒钓晒干，喺里外氨基酸充分增加，外比较下好食，也提高经济的价值。日头钓晒锅啊，真麻烦，用机器干燥锅是爱15点钟就可以完成。钓晒锅爱晒热量200，时间长，首先烧一半。还爱搭架，还爱看天气的变化，将西风落水，每日爱看顾，真辛苦。所以一般农民冇会做，大家就讲，大家人休息，土地变通。其实我哋土地的变通，为了省法，也是穷山恶水，也爱变出新的方法。